跟你前任怎么认识的？没有前任。说嘛，我不会生气。我不信。都过去了，我就只是好奇而已。说嘛，聊一聊。真的？除非你就是不愿意分享你跟他的回忆给我这个外人听。那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保证你不生气啊？不生气，你说嘛。我跟他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，然后就是有一次踢球，然后他远远的走过来，然后我看到他了，然后，哎呀，好了，都过去了。走开，宝宝，你知道吗？你爸爸现在每一次去球场踢球，都是去回忆你那个球场的妈去了。别听，不是的。干嘛不让我们宝宝听啊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干嘛不让我们宝宝听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能让我们宝宝听？不是这样的。宝宝，我们没有。哎，好了，你让我说的。我让你说你就说啊。不说点什么吗？踢球认识的。我看你像个。